平安，今天8月8号是我们的父亲节，愿上帝祝福在我们当中，也让每一位当爸爸的人，也能够成为家里面的带领者，带领着孩子们，带领整个家族，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2节到第21节，也愿这样的话语成为我们提醒与帮助。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以色列人当中，也常在经历旷野中唯一的力量，也就是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今天的敬拜。旷野中唯一的力量。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女，你教我如何有权柄征战。用笑脸帮助我，把所有的手足为祝福，我的祝福。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
现在天父，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是爱我的天父。不论在任何情况当中，你都与我们同在。在绝望当中，你仍然不断的运行，不断的带领着我们。你不让我们停留在黑暗当中，你要带领我们进到光明里面。当我们进到旷野，当我们在难过，当我们在世上，当我们在走不出许多的困扰当中，你是我们唯一的力量。当我们呼求你，你必拯救，因为你是信实的天父，我们依靠你。主，当我们将这样的困难重担交在主你手中，也愿主你带领我们，用笑脸帮助我们，让我们去经历许多你的恩典与赐福。亲爱的主，愿我们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带领与祝福。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恭敬的交托在主你手中。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也赐下这许多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8月8日，让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2节到第21节。列王记下第20章第12节到第2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这时候，巴拉旦的儿子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王病了，特地送来一封问候信和一件礼物。西西家迎见使节，并且让他们看他的财富，金银香料香水和一切军备。他把全国各地的库藏和他所有的一切都让他们看了。于是先知以赛亚去见西西家王，问他：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跟你说些什么话？西西家回答：他们是从一个遥远的国家巴比伦来的。以赛亚问：他们在王宫里看见了什么？西西家回答：他们什么都看见了。我把库藏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他们看了。于是以赛亚对王说：上主这样说，时候快到了，你王宫里的每一样东西，你祖宗留下来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被搬到巴比伦去，一件也不留下，连你的后代也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服侍他们的王。西西家想，这希奇是指在他有生之日得以享受和平安全，所以他回答：你所宣布从上主来的信息很好。西西家王其他的事迹，他英勇的行为和他如何建造储水池、挖掘沟渠、引水入城的事迹，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西西家死了，他的儿子马拉西继承他做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20章第12节到第21节。让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当我们在看第20章的经文里面，也看到说，昨天经文里面提到西西家王他生病，而且这病是致命的病。然而上帝给他恩典，让他能够继续的存活下来。所以这样的消息应该其他国家也知道。所以这边也提到说，巴比伦这个国家也是知道的。而他的病快要死了，然后又痊愈了，又活了过来，这样讯息应该也会释放出去。所以这当中提到巴比伦他们知道了，然后写了一封信来，可能也带了一些礼物来，要来恭喜他痊愈了，也要来跟西家结盟，成为伙伴。在这里面我们常看到很多事情就是如此，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谋划，这样的谋略，但是在这里面让我们要去思想的是，究竟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上帝是怎么样来看待？上帝在当中这许多事情里面，上帝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事情？在当中我们看到巴拉旦的儿子，另外一个巴拉旦米罗达，他听见了西西家王病了，所以这边讲到说带了问候信，然后带了礼物过来。其实当中我们看到那种带信去带礼物过来，其实都有很多的含义。有的当然是单纯的问候，然后建立好一些关系；有的有可能就像前面在提到，包含有些人在猜测大卫来是不是来勘察地形，来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状况，或者是会有其他的计划在这当中。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时候这个王他叫人家带了问候信来，很多时候我们也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慰问，你好不好？我们很关心你，我们有没有机会成为伙伴？在当中一次一次的机会当中，能够建立好更好的关系。有时候是一份礼物，这种礼物我想也不会是很简单的一些礼物。所以在这里面，也就是像我们的探访一样，在人们有需要或没需要的时候，特别是有需要在生病的时候，很需要人家去嘘寒问暖，去问你问问看你好不好，问候你。有许多人很需要这一个，就像有些人他在生意场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更需要有许多人继续围到他身边。在他退休的时候，他也希望再抓一些权在手上，依然有人来关心他。就像很多家庭一样，很多父母不愿把财产去分给孩子，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拿到财产之后就不管他了。他也担心，当财产分出去之后，孩子就不理他了。所以至少因着这些财产，孩子会来看他。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问候信跟这些礼物，我们当然会思想很多，而这也呈现出我们生命的情况。有些人会觉得很单纯啊，做一个问候信啊。有些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假好心，是不是你另外有其他的想法。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西西家他很自然的也出来迎接巴比伦来的使节。而这当中我们看到西西家他所做的事情，我们也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为什么巴比伦使臣来的时候要给他看他所有的财富，金银香料香水和一切的军备，而且把他全国各地的府库藏和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他们看？所以这使节不是只有一个，是一群使节过来，可能一个使节带着很多人来，
但是我们就看希西家竟然把他所有的府库、所有库藏全部打开给节使节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动作，就像人来到你们家的时候，你把你所有的房间都打开给他们看，把所有的衣橱都打开他们看，而且还跟他说：“我在哪个银行里面有多少存款，我有多少的黄金，我有存了多少东西。再看一下我的保险柜，我的保险箱里面有什么。”把这些全部都打开了，一览无遗。如果是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所有都打开给他们看？这当中或许是一种炫耀，你看我有这些东西，让巴比伦的使节看，这意思也就是让巴比伦的王知道我有多少的东西，我的财富有这么多，所以这用现在来看是一种炫富的行为。我有这么多的钱，是一种骄傲，是一种炫富。或许有些人会觉得他还展现出上帝的恩典，上帝有这么多的恩典来临到他，所以他展现这许多的恩典，这许多东西给他们看。因此当中我们看到他把所有的给他们看，第一个他可能是骄傲，要给他们看我拥有了这么多东西。另外一个可能是他们要结盟，所以给他们看，其实我也不弱，我有这么多的军备，而且我有这么多的金银，还有这么多贵重的东西。这当中我们要去打仗，不用担心，我有这么多钱可以换取更多的军备，我有这么多贵重的东西，我后勤的东西就不用担心了。这也是另外一种骄傲与炫富。第一个是看到说，单纯的我拥有这么多钱，我拥有这么多财富。第二个是让他们看到我有这样的能力在，要打仗不难。其实打仗是需要钱的，需要钱去换他的武器军备，需要钱去供应我们这些将士们他们的生活。当然这也是让他们看到你们不用担心我，而且如果我们要结盟的话，我们是可以站在一起的，甚至我拥有的资源是比你们多的。所以在这里面他把所有的都给他看了，所有的都给他看了。当然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打开所有给人家看？如果用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大概只会给他看一些而已，大概你看得到，但是你无法猜测我拥有多少。但是他这边是所有都给他看了，看了之后你也没什么好藏的。所以接下来如果这个国家他们有不好的心思的话，那你哪边有什么我们都知道了。所以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接着讲说，先知以赛亚去见希西家，问他这些人是从哪里来，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希西家也毫无保留地说，他们从一个遥远的国家巴比伦来的。以赛亚再去问说，他们在王宫里面看见了什么？希西家回答，他们什么都看见了，我把库藏的每一样东西都给他们看了，他们都看见了，我毫无保留的都给他们看见了，所以都看见了。在当中或许我们会觉得希西家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所以在当中他们来的时候就给他们什么都给他们看了。另外一个是当以赛亚讲的时候，他也真实的回答了。16节边说，
以赛亚对王说：“上主这样说，时候快到了，你王宫里的每一样东西，你祖宗留下的每一样东西，都要被搬到巴比伦去，一件也不留。”所以在当中也可以看到，你要给他们看到这所有一切，而这所有一切也就一件不留。就有点像我们在讲的现在的拍卖或现在网拍，以前那种拍卖都会说一件不留，你所看到的东西我都要卖，我也可以便宜卖给你们，所以我不留下任何一件，一件不留。在网拍也常是这样，一件不留，这说一切你都可以带走。所以在这当中，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上帝透过以赛亚所要表达的是，既然你什么都给他们看了，那他们所看得到的也一件不留。这当中所带出来的是，当你要炫富，那我就让你看到什么都没有的情况。另外一个是要表达的是，当你是要依靠其他国家巴比伦，那你就好好的依靠他们吧，他们来会把你们所有东西都拿走了，一件不留。所以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常常是依靠自己拥有什么，或依靠着其他国家的人，你要跟他们结盟，也就是你要依靠这个国家。所以在当中所看到的是，希西家接下来所看见都是去依靠这一些。虽然好像他很依靠上帝，他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当中，但是更清楚看到的是，他依靠的是自己的能力，他依靠的是人，而不是上帝。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况里面所带出来的。因此在当中，让我们去思想，其实圣经里面一直在讲说，要提醒我们要把我们换回来依靠上帝，但是人们常常还是选择了眼前的这一切。虽然上帝让希西家又康复了，再给他15年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接下来这段时间，他却是继续的在谋划着要跟人结盟，继续的过着骄傲的生活，继续的过着这样的日子。所以这当中，这就真的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事情。你的生命是怎么样？所以他讲到说，你王宫里面每一件东西，你的祖宗所留下每一件，都要被搬到巴比伦去，一件不留，连你的后代也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服侍他们的王。原本你们是贵族，原本你们是王的一族，但是你们却要去服侍其他的王。当我们在看到这19节的时候，也会觉得哇，这个希西家会不会也很单纯？想到说这样的事情在发生，不会发生在他身上，他就无所谓了。他觉得在他有生之日得以享受平安、和平、安全，那就好了。所以他回答：“你宣布从上主来的信息很好。”然而他没有想到这样的惩罚、这样的患难会继续的在他们家中临到他们孩子，临到他们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影响了整个家族。其实他这边一直在讲，都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从一个人影响到一个家庭，影响一个家族，
一个国家。所以不单单只是你一个人好而已，是要整个人整个都好，不是你一个人被惩罚而已，是整个都被惩罚。所以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状况也是自私的，也是短视的，也是骄傲的。他觉得不会在我的生命里面出现就好，在我接下来这10几年不会发生，那就好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透过以赛亚所带来的，所以这当中也看到西家也走到最后了。最后接下来所记载的，也就是他儿子马拉西。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西家也做了很多事情，提到了他英勇的行为和如何建造这储水池、挖沟渠等等的，他也做了许多建设。这些当然也都记载在犹大帝王史当中。接下来他的儿子马拉西来继位。所以在这许多经文里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也让我们思想你的生命是怎么样走向。其实我们一直在提醒的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一直在提醒说，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领受到什么？当我们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透过读经祷告回到上帝面前来？我们有没有让上帝来带领你的生命？我们有没有时时想到要询问上帝的声音？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直在提到说，这个王跟他的先祖大卫一样，或者是跟以色列跟耶罗波安一样，这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少数的王会跟大卫一样，常常回到上帝面前来询问上帝的心意。虽然希西家我们看到上帝判他死刑的时候，他来到上帝面前祷告，但是那个祷告如果用现在来思想的时候，也会想到，哇，他不就是也有某一种的骄傲在这当中？因为他说求上帝纪念他过去所做的，他认为他自己做得很好，他认为自己是有功的，求上帝纪念他。而他生命能够恢复回来，上帝赐予他生命的时候，他这时候又开始重新在谋划，在规划他接下来的日子。他要跟巴比伦来结盟，然后来反抗亚述国。而这当中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不能做，然而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询问上帝的心意？有没有先回来？其实在这样的伦理里面，我们看到在信仰伦理当中也一直提到我们要先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这样的事情放在我们的工作职场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当我们要做许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先回来问你的上司，问你老板，先跟他沟通，然后来做？这也就像我们其实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是一样，我们的服事过程当中有没有常常先回来询问上帝的心意？有没有先回来询问我们同工或牧师的想法？我们这当中有没有内部先有沟通，还是你先做和许多事情？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在做事情也是一样，都越矩了，都逾越了他的职权。之前有遇过一些人，他们在服事的时候，直接就先答应人家，他也不管这当中是不是应该这样做，他有没有权利去回应这样的东西，然后他就开始支配，开始做这许多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看教会许多我们会觉得很多奇怪的事情的时候，也是回来再看这许多奇怪的事情，也就在人与人之间没有那和谐的关系，没有那种能够同工的关系。而人与人这当中这样关系的出现的时候，也可以去看到，其实人跟上帝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都想着我有什么能力，我可以做什么。我们也很急于要让这世界，让其他人去看见我们所拥有的。我们也常常让人家看，哎，你看我们教会多好多好，我们有多少资源，我们有多少人力，我们都要展现这许多的一切。所以当我们在看西西家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都把一些东西都摊开来，要让世界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所以我们拥有这么多资源，其实在彰显什么？彰显的是自己。我们多厉害，我多厉害，我做了多少。所以我们看到西西家有这样的表现、这样行为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常是如此。我们也常常在彰显我们自己。哇，让大家看到我做了多少事情，我多厉害，我拥有什么。因此在当中，上帝的惩罚会临到，也就是如此。你要看到你自己，你要彰显你自己，那你要继续承担这些。所以接下来他那边在讲到说，你给他们看到的东西一件不留，人事物都一样，一件不留，全部要被带走。因此当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也让我们回来看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该做什么样的调整？不是在那骄傲当中，不是在那自夸当中，不是在当中只是自己想要做什么而已。很重要的是，我们跪下来，回到上帝面前。在昨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能够让那日晷往后退10步，能够让一个即将死去的人再赐给他15年的寿命。西西家自己经历了这些，但他生命所展现出来却是另外一块。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其实也让我们回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想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所以其实列王记里面一直在谈的是，我们的生命是在哪一个基准线？是愿意回转向神，回到上帝面前来，还是要依靠自己？接下来一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里面。
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感谢你透过各种方式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离开你，让我们跟随主你的脚步。现在主，愿主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一步一步跟着你，让我们不偏离，让我们跟随主你的脚步，让我们在当中不是在自己的谋划当中，也不在自己的骄傲当中，而是回到主你面前，让主你来带领，在你的心里面走上我们的每一步。主，恳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交托在主你手中，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从你而来的，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生命持续被你调整，聚焦在主你面前。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主的面前，给上帝空间，给上帝时间，愿上帝赐福于你。